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苗栗市黄昏市场里面有一家非常知名的客家肉包店。女老板魏庆瑜在19岁的时候，她就独自创业了。这个年轻人呢，发挥了创意，他在面粉里面加入鲜奶，做成了西点式的面皮。内馅呢，它是用包了咸猪肉，还有鲜竹笋，这微甜的外皮包着浓浓的传统客家味，也让他成功做出好口碑。蒸笼冒出白烟，一打开，香气四溢，让客人期待已久的客家鲜肉包终于开卖。我们2张刚好100，才刚出炉就被抢光了。在苗栗中苗市场的这一家包子店，远近驰名，就是年轻女老板坚持手工，现做现卖。那几个？10个，要什么包？有肉包、菜包、笋包。一头忙着招呼客人，手里动作也没停过。学习餐饮的客家子弟魏庆瑜，19岁就开店，不过创业起头难，停了差不多有半年，一直都不是说很稳定，对，然后是一直不断的再去请教别人，包括皮呀、肉馅那些，全部都是有经过改良的。手工量好了吗？还没。遇到困难不气馁，他拜师学艺，不断尝试改良，终于让包子的口感吃起来更有层次。而这秘诀就在面皮，有放牛奶，而且我们的皮是有请教过，就是西点师傅，对，一个面包店的老板，是他教我再重新改良过这个皮，所以皮吃起来会有牛奶的味道。因为我没有放牛奶，然后糖的比例有比较重一点点啦，对，糖的比例有比较重一点点。面粉、鲜奶，再加上老面皮，独门配方做出西点式的包子皮，增加了 Q 度，也更能锁住内馅的鲜味。剥开包子，里头是油油亮亮、饱满的内馅，底部都是汤汁。市面上包子百种，要杀出重围，内馅口味是关键。从小在苗栗头屋长大的他，加入最熟悉的味道。竹笋也算是客家人爱吃的之一，然后比较属于客家的原料应该是笋子嘛，然后我们的肉馅比较偏客家口味，咸猪肉、竹笋，再加上微甜的面皮，外皮是年轻人的创意，里面是传统客家味，就像家人给年轻创业的老板满满的信心，让这位客家子弟如愿以偿，在餐饮界闯出一片天。客家咸猪肉的香气，用竹笋的清爽烘托，用鲜奶的微甜包覆，鲜肉包子的魅力在年轻女老板的手中蔓延。小小摊子继续写着感动时刻。